那阵讲到漫画红阿册，真侪人拢会想到是日本或者是韩国的。事实上，台湾这几年累积真侪精彩作品，比如讲已经翻译做几个国家的语言的《来自清水囡仔》，也有过对这漫画改编做电视剧的《新之乡》等等，拢真受到正难欢迎。总统府说落来，要伫咧10月19正式推出台湾漫画特典，要招民众做伙来看咱台湾精彩作品。 今礼拜也像是强调秀以台湾漫画做主题，运用电光投影在总统府，让大家看到魔港时代的经典。文化部表示，台湾漫画几年来面对日本、韩国等等的强势出口，但有关用咱的故事，在当代开创出台湾漫画第3波的黄金时代。文化部伫咧总统府特别规划台湾漫画的特点，要让愈侪人看到台湾精彩的作品。特展到年底结束了后，明年开始，我哋换一个所在，用差不多三个档次或这个档次，轮流来继续讲咱台湾漫画的故事，互咱所有来总统府参观的民众会当理解讲，这几年来咱台湾漫画发生什么代志，但即马有什么款新的故事。 文化部表示，特典收集这15年来19部台湾漫画，比如用大潮亭地业历史总题材的艺人地者，更有台南府城真出名查某鬼小娘，嘛有像新之乡在讲民俗信仰文化的故事。总统府秘书长朴明安表示，希望民众唔那是来亲近总统府，嘛通看到这几年来台湾漫画的发展。早期的4宫格的漫画，一直到现在的新台漫呢，整个收集，我相信都是可以让大家回味童年，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任何的一个故事。我也因此特别买了一本一支亲哈。 朴明安表示，展览拍算自10月19正式对外开放。原来文化部嘛补充讲，为着要继续支持台湾漫画，也有创作者后续会推出新台湾计划，呼吁要画漫画的人有国家的支持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